个一个防范跟消毒的措施？其实我们在就是接到消息之前，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离南门市场很近嘛，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自主消毒。所以我们昨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有安排工人做整个市场的环境大消毒。对。那未来呢？未来的话应该会持续，就是应该是每天都会消毒的，因为毕竟他就是来过这个地方，还是为了就是附近民众的消费的安全嘛，所以我们还是会做到每天消毒的部分。那消毒的时间就是早上，因为我们是黄门市场嘛，所以就是早上的时候做一个整个环境的大消毒。会不会觉得影响客人来这边消费的意愿呢？会啊，会担心，而且也会担心大家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可以吗？还是你要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比谁都怕，而且一品金汤又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这几天都有连续在消毒。而且小吃部，听说他是去小吃部买晚餐，是不是？啊，小吃部我们很早以前，我们就是提供给那个清洁人员，只要客人走过，那个桌子、椅子都一定要喷酒精。我们早就做好了。那这次公布之后，会不会又在担心这个生意受影响？啊，一定会担心啊！啊，那没办法，怎么办？大家谁都不要啊！我们只是说不要再给那些防疫人员压力。哎呀，那我们就尽量大家，我们自己，我们摊位都很自主。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辩风向，敢嘴就来辩。